师矮显什么，还讲哈你拜，迄老师爱大鼓，爱用帮啊抽啊叫我去大盆他甲看，还讲哦，来去头脑嘅。你有冇卡你會踢槍嘛？叫陣嘢衝過跳舞叫行會打鼓。他某年不某年草。阿比拜係乜嘅意思？阿比拜的就是算台中東西應該有名的婦女。跟嘢家是用到乜嘅阿芝呢？不用用。啊？山高柳那春啊，心若開喲，我衝過嘅心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衝下來。大家好，係阿寶柱哈。來，金啊，大家好。誒，今日係講緊鬧熱嘅特別計劃。特別對啊，計因為好搞啊，係。楚雲腳衝山。楚雲腳，因為出錢沒有？哎呦，東南了。東南哦。對啊。雲腳呢？誒咩啊？雲腳嘅石油。冇，假使講冇衝到安度山高，可能上冇。對呀，那隨口隨衝了，那你就頭擺我還七步詩有嘛？係啊，煮豆燃豆萁。對呀，哦，對啊。係啦，衝夾迄根本伊煮豆。我想到歌詞嘅部分哦，煮豆假使講有太多90分，做得跌3步。跌3步，有前路穿有前路穿了。係啊，個內樣佢又翻掉好食，對嘛？又車馬補助費。跌3步跌到又係前路涼，一好誒，因為我也錄節目嘅啫。感謝客家天使台。就客家天使台，邊度服務鄉親個？哎呀，鄉親朋友，那個比賽時間真係來呀節目，我大家都交朋友。哦，閒嘅時間我特別計劃要做邀請到大家來，那節目衝過。衝過本台個堂。對哈。當然沒嘛真實的比賽，但是係咪有邀請到安尼評審欣賞？冇錯，李秋華欣賞。嘉體貴先生、曾民族先生，剛好講按多，其實哦，係按照請一位專家來示範一下，本他自己看。較夾。我出到運腳用埋衝，出到運腳啊，馬上就衝，有請人哋企貴先生，好嘞，請貴先生，來拿一下嚟，對。喺你嘅鬧熱之寶有冇？一對人嚟講應該唔會當困難嘅事情。其實我嗰個寫青島，乜嘅運腳都有，乜嘅都有啊。所以嗬。應該一樣嘅出前面應該冇乜嘅題目。真的啊，所以也現在出到乜嘅，你就有上到人條擺下歌詞。哦，當馬上掉落去，馬上就掉落去就做得。用了幾款啊，好冇？好，對。很粗的嘛，個韻腳。哦。ONG 係咪嘅 ？ONG 嘅音。哦。NG 就 NG。昂哦。昂是上有嘛？昂。昂，這種床，陽，對，建狀嘅狀，堂，房，全部做得。哦，比如剪啊，蔥果搖拉狂，要咩做得？哦，係孖眼翁嘛？咩當狂啊？但係狂是呀。嗰位倉果當狂就看冇啦。哦，真係啊，冇，佢倉果做得算狂啊！哦，佢創出嚟嘅核心對吧？哦，時風倉果懶洋洋，洋做得啊，洋咩做得？要咩做得？咩做得？兩位強下來倉果，兩位強下來對倉，第三次我直兩位對強下來對倉，創出成個命生藥。哎呦，靠在有標準來試。中央啊，命生藥，嘢係羊嘅羊，又係嘅3.水嘅羊。羊冇強羊咩做咧？太平洋嘅羊。強鹽要冇強絲。哇，用咩做咧？所以人講寫歌嘅盡量莫寫到強雜嘅絲強多。一隻絲寫一樣就做得。像我比如講，係。也藝寫到講，也昂說話，成個比賽冇見狀嘛，前前表送去睇房，
苏阳木论认真唱，唱诗也就平平直了，形成客家就名上扬，就做得啦。好，所以你歌词写好啊？讲出来就差不多上好呀，就做得唱啊，就做得唱嘞。你就会唱嘞哈，来，好，就来用乐山歌，乐山歌，好，来，示范了呀。比赛莫紧张啊，心情了，表送啊。我已提防啦，苏阳木路，认真唱啦，心传了，客家名上扬啊！哎呦，欣赏就会欣赏。按地啦哈，比如講啊。只那唱歌，有那狂啦，是否唱歌記住千太放啦，記住好位啊，咩懶洋啦，懶洋啦，要咩做的？千太放啦，用咩搖哦？咩搖啊？對啊，用咩做的儲錢的呀？到到除咗耶穌，可能唱歌落去就較簡單，但是你講除到霹靂花，既然要上哦，要馬上要上玩過啊！有嘛建議一本了就，等下儲錢嘅朋友。其實我看下推薦安多威啊，全部都落歌數咧，應該嚟講對呀。其實就講一類寫呀歌詞唔係乜嘅錢嚟，真係嗎？因為講樣辦講欣賞咧，冇衝咧，冇樣，因為其實就嚟填充成個，我因為搞其實就講平常時，你讀到一隻詩嘅時節，比如講花啦。菜啦，一類啦，一講錢啦，一種年啦，佢全部都做得去寫歌詞，所以也最重要，就當然會寫歌詞，偏偏即偏，一天要寫對來，尤其啲身上，佢喺職業上，一天要有職業嘅業，你講全部都咁樣便宜嘅話，一樣一嚟扣人分數就會做得扣，有一個。創喺無特技，就講無窮樣咧，根本做唔得，也就上當，也用腳去做到窮樣啦，也就我相信佢哋學安到山歌咧，一本身也要做線上一樣嘢，所以平常佢哋也多少也會寫歌詞，因為諗不到也安到邊啊。有先節目，有先節目，冇問題嗬，有啊，有先節，係，仲語文有嗬，語文，你點頭如搗蒜，你可以嗎？你好想你，好想你。
买没俺雄心做的咯。还有什么金山哦？冇那第三位了哈。第三位本嘅点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安子生，安子生，哎呀，麻烦先，然后做评审啦，哈。冇错。等下打分数，你也算有判白嘅。超过95分哦。对哦，95分，冇简单。这样有跌咯。系啊，冇凊彩，95分是当好塔多呀。塔多，但是塔多，嘿。塔多，但是这个冲白的就冇关系，就冇咯。好了哈。第30赢咯，这赢。来分享 TV 范思云来豆腐台动哦。来分享，来出前面哈。来，咩很轮咪吹啊？会紧张吗？没有，麦克风拿去讲话了。好，来，本处理下，处理下，看处都嘛来。本罗哥看一下，哎呀，厉害 ！A 是啥咪 ？A 片的 A， 厉害 R 啦，音标是 R 啦。哦，不是英文字母 A 啊？没啊，莫难得看到一个英文字。A 的 I 呀，L D I 哟。R 做的嘛 ，R 啦，做的。R 就罚啦。对。刮擦，冇嚇到嘅對哈，對啊 ，OK， 冇擾亂記哦。你上到嗎？上到了，按鍵，上到咧。按槍，你用馬挑嘅來創？哎呀，迄創乜嘅？平板撕掉。哦，平板撕掉，糖豆，平板撕掉，糖哥啦。好的。强哦，厉害哦！马上就来冲出来啊！冇啦，阿云阿加有乜嘅阿？阿云啊，係啊，即阿云啊，係啊，有啊，飯啊、茶啦，哦，呀啦，哦呀，有冇釋爆翻字係乜嘅意思？因為我哋啊四個誒，就唱阿妹，因為佢係真句誒，所以講我就從阿陽人來。哦，對，用文言文的嗰種感覺，哎呦，對，
所以要吃迄年摸一头很香诶，很香。嘿，没演土豆的嘛，那要有土豆，要有土豆，肚哈，哦，肚土豆啊，冲的时间佢马上就母女连心，然后马上就香了，嘿，哦，有肚肚好土豆，有肚肚好阿妹当爱的，哦，轻强，啊，你要厉害哦，所以你冇演京剧、演黄梨花呀都有啊，都有演，也有演到，也有哦，等下做得很去表演一下哈，做得，做得，啊，唔过佢作群呢，作群啊，用肚好啊，空翻本大家看，空翻，嘿，做得哦，真嘅哦。哎呦，有做大夫就做得翻呐，妈做得，啊冇木做啊，我按人看咯，帮他马赛克，做唔得，我做白开啊，只能去看的啊，哎呦，很厉害哦，诶，要创三材料对你来讲也冇嘛困难，系啊，创那东年嘅三有困难冇？还好，上可能做果子较难做啊，那啲。哦，腌可能人做的，腌传统嘅腌係炒笋，人做的葱，张葱嘅出来，人葱嘅出。所以你刚才你马上先都让你心中开始냠，嘿，我就細腌，我上看呢，我用扮葱，人做的，我用葱下去嘅，我用葱下去，人做的啦，冇做唔得。哦，按跟煮料冲过诶，哦，按你炼过诶，系卖出嘛，哎呀，系卖嘛。哎呦，係賣出，係啊，咁冇買我都做唔得啦。我不想啊，一出我做配方，我想講，下你我來買出好。哦，對啊。穿前後。哦，第五開也有生嘢好菇啊，有冇？有嗎？有，我啲得西哦，還有隻西哦誒。還有隻西哦誒，筍嘅啊。絲腳嘅西哦誒。哦，叫啊。係啊，嗰條叫嘅嗌，係啊。比佢行啊嗰種誒，行啊用誒，行啊石，唔係個行啊石，行啊超啦，行啊超哦，係啊，當然啊，佢叫張嘢做乜講法？係啊，嗰條叫是兩首差唔多，差唔多，所以講佢係馬叫啊，我講是老二強。有其母必有其狗。誒，啲二叫一叫啊，也係犬門叫誒。新聞秀，難怪啊，狗像主人哦，對啊，那你的主人叫為什麼？哎呦，我主人叫為什麼？像我哋哈點香點好，佢一天都食，佢係忙拿不食嘅腳出來嘅。哎呦，哎呦，一大碗啊，是吧？我去賭碗講要吃飯咧，吃飯也唔是煮，也跟老闆當到賣嘅呢有冇？鮮食啊，也有啲平，有啲排人到毛海鋪，見冇愛，冇信用一啲，冇見冇愛，搶飼料，我本飼料佢食量好嚇，冇搶。飼料佢冇食，跟鮮食哦，鮮食佢哦包含很多營養的東西。見冇食，你愛食愛，你愛食也沒煮誒。你買看啦，毛海鋪啦，有人代言的啦，我代言的啦，有人代言的啦，冇個冇的啦，有人代言的，咁某一天也不下叫就喜歡。誒咩，識多我都講誒，伊坦白多因落個面哦，大禮拜看老嘢大擂台上去食飯，你也面看，啊我真見佢同我看老嘢大擂台，哎呦真的嚇，講叫的嗎？嘿，尤其因為。你老師，我挨現出嘛，我從頭我搞佢打個鼓啊，我講下禮拜，迄老師愛打鼓，愛用幫我抽我叫我去打本大家看，我講哦，佢一天講鬧嘅，你有冇看見會踢槍嘛？叫張嘢衝過跳舞叫行會打鼓，我叫我要搞。結果叫看鬧嘢打擂台，看乜嘢啊？看地球啊先生。冇佢全部看，全部都加油嘅，李先生。來，你先生公平一下。阿妹以前19歲時啊，就唱佢去表演過，哈，咁樣子哈。啊，你阿妹也不要做到安排，給他挺辛苦啊，講老實話啦，啊。對。不過雖然唱歌當然嘅韻腳是冇問題，但是我感覺嘅韻氣要注意哈。你莫用跟人講，跟小強老師講，平板上了死掉，
你安尼莫创那高音，因做是工作音来创，我遐好糖，你们讲一边入来，真嘅要老台，人冇变嘅哈。还有创歌嘅人讲，咩讲啊，切掉一边高音，你讲高音要准，中音要圆，动大音要稳啦。好准圆稳，你也是安尼创歌基本条件嘛啊。还有加油记者是要注意糖啊，我注意讲哈。啊，你看体育机是报翻字的时间，是因为翻，因为它是北上的嘛，所以你是多少一点音，没讲真标准哦。还有管路呀，没管，管系，管路呀，医生。好，你发音要注意，莫管路呀，没管，管路呀，管系。好，你看山沟、果庄、穷浪、读书呢。穷在是哦，但是你用在某个素材时，研发就冇穷咯，哦，就会记得哈。係23度開時嘅感覺咩演咩個多少一隻咩個清準，吼，以人嘅條件來講，你嘅年紀創是清落嚟啦，吼。哎，本年一集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姐來看一下分數啦，看一下范思允嘅分數。來。哦，96分，第3分。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好。來拿，还有，嘿，好來，嘿，各第一百，各第一百，看啦，嘿，可唔可以跌到3分嘛？3000的元哦。好，繼續分到。跌下高掉誒，跌下高掉誒。喂，哎呀，一步啦，排在1000的元，1000的元啊，做得嘛，做得啦，好，OK，按子哎，按跌落去就1000的元，比買菜很多位死嘅，當穿牛一錢。係啊，恭喜好，安子姐，謝謝，好啦，我做休息哈。好，沙下來呢？沙來歡迎憲法局來到舞台度。來，出錢。哦，係，唔係，佢頂下嚟就張數啦，啊，數一來本好去頂埋嚟啊，嚟，數一下，看數到乜嘅數到乜嘅？哦，來，係乜嘅？10，是驚嘆號0吧？點多嘞，點多嘞啊 ！OI 哦。愛嘛？愛嘅啦，然後愛嘢愛是啊，愛哦，阿妹愛嘅愛咩嘅？愛咩了在演嘅？哎呦，你們又想到兩隻？係哦，啊，做得嘛？愛了在係乜嘅？愛改，愛係改係哦，嗱想到來，我是菜，菜。仔，點啊？仔，家姐就講係凱，因為凱咩凱？青島，山東的青島，係冇問題嚟啦。較簡單，同學。哦，我本上去叫誒。差唔多3分鐘多啲。3分鐘左右啦，本能上一下，我們用乜跳嚟唱？係用3個字。3個字，好啦，本期3分鐘嘅時間。上一下嚇。江台了衝那個啊！我有啲嘛，做嘅乜嘅？街頭藝。街頭藝。係嘛？係啊。街頭藝人表演乜嘅？唱歌呀。唱歌。冇表演嘛？係啊，我表演嘛。好聲音。農村福利。唐哥，你最近揾條路咧，係啊？你之前不是健身房教練？係啊，係。哦。冇好穿係啊。以前的關係啊。真的，大概就是秀動多年啊。對呀。姑送乃出比較賺錢的地方。哦。你猜看在哪裡？比較賺錢。哎呦，你不要叫他猜啊！對不起，他一定會往那個方向去。買 C， 去打工就好嘞。台了衝那個啊，我按了改啦，
厉害厉害，厉害咧！改菜真多好，也愛用當多也寫青島歌詞係用嘅。哦，真的啊，用愛嘅言啊，愛菜，所以你這個本身要寫當多歌詞。有，沒有還有寫歌詞必須一個。啊厲害啊！怪強，難怪有唐公有啲嘛，做嘅嘛嘅。街頭藝人，街頭藝人。係嘛？係啊，你街頭藝人表演乜嘅？表演乜嘅？唱歌啊！唱歌，冇表演嘛？我表演嘛。唱聲唱歌，真的嗎？保姆如何當保姆？哎，搞不好很多人要看哦。可能哦。對啊，如何照顧小孩，對嘛？青島嘅土嘅筍嚟嘅鄉親。係啊，唱歌呀，唱乜嘅？就唱流行歌呀，唱三大跳歌。三大跳流行歌全部有啦，跟我不唱嘅啦。可是講無極限都唱客家歌啦。哦，冇一聽就唱。國台客日全部都得。哦，唔就一台喇叭那種，還有十幾檔貨。哦，還有一組演員。哎呦，組演員還有 band 哦。一組哦，哈。哇！沒啥天天哦。哎呦，哎呦，係團長到嘅，下團長。哦，真的啊！下面是泰國，下面是泰國。你用啥？二重唱係啊？唔知啦，我唔知哦。啊，演樂咧，演樂咧，演樂啊，演樂用標嘅啊，用彈嘅，現場彈嘅用。有人表演用彈嘅，用盤嘅。哎呦，我用口琴。跳琴，就一組人啊，可能我做乜嘅，哦，也係調戲下，也冇人嚟演論哦，佢咪係要行健會嘢表演，啊，所以他家就要靠到街頭藝人真就，有，按後靠哦，咩上到，咩按後靠，我哋學見過呀，鬧嘢大擂台，有得個名嘅嚇，全部社文化節啊，文化節啦，咩社會節，文化節神槍就有咧，算播送都出嚟，鬧嘢大擂台做得播送，哇，我們的節目真係，那有了，俺們做得一頭演唱過，做的，做街頭演，我們可以拿大金牌了，我們主持那麼久了，唱個那個嘛摔跤嘅金牌腰帶嘅，佢點解邊表演哦？是講北基桃4個縣市全部做的。哦，全部都做的嗎？哦，北北基咩做的咯？做的。哎呦，基桃，桃園以北就做的。哎呦，不錯呢。嘿，他一般有看到人哋表演啊，就會投錢本的。對，投錢，掃碼。掃碼，人做掃碼。主要是講佢唱歌唱快樂嘅啦。係啦，就是活到老，我們就是生活到老。搞朋友都冇人用啦，對呀，慶祝有樣呢。你不假閒談，冇事情做啊。那做到一定都不可能到，你啊衝啊，不過我要冇，有錢都穿，成晚要過到快樂。主要這樣啊。懂。清好。真。來，沖水嚟，唐先生公平嚇，請幾個先生。好嚟，請幾個先生。好，呢王慶華先生哈，佢俾佢帶來一首歌曲三個字，愛是哈愛啊，哈，嘅歌詞也寫來心酸啦，哈，也歌詞改嘛，天嘅改天嘅才，天三隻係好事，好老好就有爭咧嚇，等下咱攏講，哈，天四隻唔下來，就對啦，哈，也拼命這拼冇問題，唱嘅時間咧。佢本身上也相當好，吊高音部分，但是呀，冇按改時間吼，也到一當導演，我想吊高好也唔吊高好，就變得有嚴一些嘅我效果會做，嚇冇按了改啦，唔是講冇按，你認為冇按啊，也係冇按了，嚇也一點吼，佢也個第三節也個責任嘛，嚇唱得。了好那沒好呢，也老好又冇中央嘅，也係好事嚇，也就同講，也因為廿隻責任係算三生也好，沒好也落去咬死可能你就要注意下，好那冇好那好就變得好。好東西係好嘅，嚇老好又冇中央。其他嚟講，佢歸屬嘅歌詞方面，老唱嘅強韻就唱得相當好。好，再繼續加油嚇！好，謝謝。我買分問題。對啊，按照看分數啦。好，看一下王慶華嘅分數。好嘞。哇！
6.3分呢。等来啊，3副啊，记得插牌。好，我等下要得多一副。我让你睇拿了。亲我冇插。一片冰。一片冰呀。啊？跌下高掉诶。一片冰。那变咗啦？佢冇按探啊，安全。安全啊！保底。唔係個水冇買1000嘅。哦，厲害，懂金的。懂金哦。對。好嘞，好，開始，預備起，好。哎呦！哦，邊講爭係起毛1000 K，起毛1000 K，今年1000 K 咧，咩清好啦1000 K 係冇？哦，快樂哈，基本消費。對啊，低消。動作要按街頭表演要。打賞1000塊就清到了。哦，真的。好，按姿勢。哦，陳英馬哥，按姿勢。大家。好，按姿勢。好來，沙下來係乜嘢呢？沙來係 EV 係犬活，來到舞台動哦。哇！細後冇一個人冇按改哦，係啊，獻主嘅獻唱，佢發都冇馬會講嘅呢。鳳姐啊，這個是。這很像新娘在送客，有沒有？啊，最後那一套啊。好，起碼該。IEN。係煙嗎？煙，我會煮煙。煙。哦，煙，哎呦，煙呢？哦，煙就係吼，煙還有乜嘅？煙咩？錢啊，哦，鹽咩有？按用你們上到青島師咧呢？哦，有想法的偏癌偏，哦，對咩哦？係啊，好啦，買條誒，哦，我會唱落山歌，哎呦，落山歌，較好表演哈，來睇下。煙條。春富里，多快樂呐，永發了。念呐吼，天呐，天哦，對啊，哦，太穿錢，咁樣啊，係啊係啊，係啊，厲害哦，媽媽教你嘛，也是母女連心係嘛，係啊，加三文同上嘅啊，哎呀，厲害啊，係啊。哇，真的。冇啦，有想講，現在是2023嘛，係兔年，那時候就按用周子。哦，所以你把兔子穿在胸上的。哪裡？
对啊，这哪里有兔子？感觉好像2个兔子。这明明是猫，好不好？哦，是猫哈。兔子义工会宠哦，好。哎，唐总最近阮跳路咧，嘿啊！你之前不是健身房教练？对啊，嘿。哦，幕後穿嘿啊！以前的關係啊，真的，他個真的受動多年啊。對呀。鼓手愛出比較賺錢的地方。哦，你猜猜看在哪裡？比較賺錢呢？哎呦，你不要叫他猜，對不起，一定會往那個方向去。買誰？請打工就好哎。對啊，像你這個姿色，應該8大行業，應該我跟你講紅牌，我跟你講。沒有正經上都講嘞。黑馬該穿錢的地方。我在一個每天都看得到羅哥的地方。哎呦，每天看到羅哥，你在不務正業的 team 嗎？哦，愛無終止，兩媽意思。濃縮5倍，哎呦，對不對哈？哎呦，然後你們藥房，那是藥房裡面才有的。哎呦，藥局底部藥局，哎呦，你真的在藥局上班啊？嘿，真緊。哎，藥局不用有藥劑師的執照。也有，就是有藥劑師的執照。你是做銷售的？對，嘿嘿嘿。哦，都賣什麼？威而鋼還是？賓館沒有。有賣嗎？你們店裡有賣嗎？有賣啊。有賣，那個是算進藥嗎？要開藥方的？不用，不用處方箋哦。不用處方箋。不用處方箋。隨便就買得到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那個地址留給羅哥。需要嗎？要要是不是？你下次來的時候，你帶個幾盒。幫你帶個幾盒。幾盒給我，再給錢給你。好啦，充說了哈，行先生公平啊，請民主先生。係。好，希望呢，建創多年來要累積到佢舞台嘅經驗呢，唱歌呢，啲好講太細聲，用乜嘢嚟接。好，不急不徐的這樣子慢慢的唱，我覺得今天唱得非常非常嘅好。好，要提起下來嘅時間，冇注意堂度嘅人會怕佢出名牌啦。出嘅前排啊，2023啊，我記得我前2023啊，係啊，但是佢唱到樂師方面，然後做人冇那一個我想，尤其係樂師，跟我會六強冇安重咧，要改進到非常嘅多咧，所以呢，今日分數呢，做得拿到7高分，係啊，半級7高分，希望人家出到前頭，跌到3步，好，安子些，好，聽也不差，對哦，看7高嘅話嘅分數會高啦，98分有辦法。阿哥親留你啊，香港杯比賽，因為有自聽歌曲，用愛流行歌嘅專輯地方錄書歌嘅，安子上面唱，係阿妹老師都我愛上台講話，愛上 BB 唱唔曉得上台講話，都冇經驗。講真的，非常多的廠商哦，或是那種尾牙廠，什麼有的很多一些大廠，或者甚至有一些這樣的演講都要請我去。真的哦，你很勵志啊！對啊，我不敢啊。你又唔敢？你說你講完這番話，還是有發揮的，可以嗎？7高嘅話嘅分數會高啦，98分有辦法嗎？哎呦，狀元文嘅分數，哎呦，哎呦，才對啊，97分咩？7高分咯。但是目前也7高，定下下，定下下。不過攞分數冇乜關係啦，可能跌3分跌到幾多錢？誒，分數高無效，無效啊，看跌得多冇係。你要插牌嗎？係啊，要不要插牌？對啊，國語啊。搓牌。哦，搓牌好。我點下高調哦。啊，屯爺未講樣，係1000年用。母女檔穿到2000元。對，哈。走得啦，明天可以休息了。哎，1000塊可以休息的。 2000，我2000 2000。媽媽聽講你做得很困難呀。沒辛苦。安子姐，安子姐，謝謝，安子姐，希望你工作順利哈。好，撒好了。還有一插本書。好的，同樣嘅街頭藝人組長啊，組長嘛，係組長呀。團眾。
哎呦 ，UNG， 也还翁吗？哦，翁怂哦，罗太医，安诺是那风啊，要追张，要追红，就讲风就好了，还要冲一百，一时要冲几多百？对啊，那用乜个跳诶？平板哦，乜个跳？C 调，平板 A 调， A 调，你不要谈到 C 调。要不然上一下呀？哦，你上几句？你不爱唱3分鐘啊！睇下公平啊，3分鐘啊！分享一下哦。來。人家團員多少年啊？演出社只有3、4啲嘅，其他嘅全部都是講，全部都是這個都是，我團苗人都，客謠接藝精英團。精英哦，不是客謠接藝英精團，不是哦，他個原名啊，他個其實是廣義團。哎呦，另外有痴心的哦，沒好搞啊，平常都當我唱嘅，目前都唱個邊萬個呢，那種家人做嘅團出去嘛，他個出啲錢買啲沙皮嘛，就家人去嘅，注意神槍啊，乜個地方，廣進去啦，沒有平啦，他個將佢去唱啊。有去過安度那邊地方嗎？張奎師啊，張奎師。當武漢當地煮啊，那個有出去過嘛？出去嘅，準備要出去嘅。目前呢，總統就當到拜啦。啊，冇真啊！超下先生要出去啊！超下先生哦，扛把子遊戲就出來啊！哦，佢冇做到乜嘢刺嘅事情啊嘛。就係忙戲咩？係忙戲啦，戲嚟過嚟分享一下。係啊，做動詞係。講係管嘢嚟，衝管嘢嚟，一公園都冇。係啊。如果三公啊，貪唔出嚟冇。我同講，你係最衝哦，你個讀到客家人哦。天錯噃。天窗啊，冇變。因為我當親切啦，哎呦，唱雙。哪以前台灣人做得早叫因為街頭藝人唱山歌，係咪要唱？哎呀，嗰陣那冇空樣做對啊，國台日課唱山歌，對唱嘅那個，我們都也是都有辦法吧？
让音乐大学磨练到成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真的是。你说两条配种语言诶，一条隔一条客家，两条配种语言隔一条客家。你不是 keep 熟都懂到客家？对啊，老年冇空用啊，一般团做3年就创意中就大概就不套国台课，大概国台个大概3年，但是你懂得也会唱嘛，客家国在这也会唱啊。真的呢，真的呀。如果我是客家人，我喺行路咧逛街唐人咧3個了。冇嘢，冇嘢。哎呦，我潛呀，哎呀，可能。佢每天假使要唱嘅露台，本來他多錢，係冇，主要要看當嘅大露台，好多嚟記，係冇。哦，啊，你最近有讀到嘛神奇嘅？最近啊，參加嘅呢，跟那個客家新傳跟客家戲劇個團啦哈，輪到客家戲曲的那個練習的團啦，大家笑我們說的，客家戲曲團啦，那個聯誼太低啊！你是有確診過哈？腦霧啊！哎呦，有相片的哎媽！哎呀，哎呀，哦，給那個演個李鐵怪嘛，初次那個。粉墨登場，哎呀，個唱高中的樂團，就戲曲那個戲曲研習班啦。哦，練習班啊，係啊，演習班就上來跳個李鐵怪嘛，哎呀，台下有觀眾嘛。那個是我的。哦，你愛扮凶就出來哦，李鐵怪嘅扮凶。哦，台下有觀眾。有啊，當然啦，有，很多人啊，對啊，他聯誼大會嘛，有扮演的啦，也有給嘛唱曲的啦，所以很替拜參加那個，哎呀，學啥乜嘢啊，都上一拜唱，差不多，我差不多3分鐘的啦，我的角色只有3分鐘啦，台下10年功，台上1分鐘啊，對啊，個千里開嚟，跟愛戲愛看表演有嘛本較感動嘅，感覺好，正如講台上3分鐘，台下10年功，還有那些公眾語言有冇前後後呢？嘛個化妝嘅扮化妝啊，個有嘅嘛個服裝嘅扮服裝啊，還有道具有道具的，嘛個都演全部都。真辛苦哈！完成一個好嘅表演，哈，對啊，幕後工程清。對啊，不要說哎，只是靠我一個人，有的人會這樣哦，對哦，沒有，沒人用正經。那個老高人講啊，因為我李鐵怪佢都按這啦，我還別本來較斯文的。我唐伯虎啊嘛，個本來演啦，上聽到誒。哎呀，主角有機會啦吼，衝出來搶手下先生。來，佢笑得變過去，你看。哎呀，唐伯虎的鋪粉，佢吃到糖唔落去，神奇啊！神奇啦！佢講李鐵怪，我有講過白腳嘅啊，係嘛？係啊！啊，佢傳到那個出拳對不對？看到一神奇哈，啊那粉墨登場嘛哈，難得來嘅那個比賽出來哈，國王哈，上台表演，就阿出伯嘅犧牲形象啊，像安尼嚟鬧嘅空檔，安尼就為了效果，同嚟犧牲形象啊。我上進親吼，講老實話親吼哈，唔過有幾隻都係熱身嘅咧，啲地方多少一隻懶人哦，可能是幾年咧人去強哦，對人哋唱歌人咧就會多少這樣啊，佢家講為咗那個街頭藝人給佢升降，他講盲穿多錢是花咗3萬人橋咧，真的買些音響啊，因為我學生嘅點都有幾啲團員啊。哦，要先投資啊，有時才會有投資哈。啊，以前叫講啊，連叫人啊講下對唱哦，佢真歡喜，去年有隻機會。我去到個舊創嘅節目，啊啦佢講啊，前期去到個18、19年係嘛？係啊，要上邊要當中哈。我講佢今日做咗安全套，嗰兩3副就咩嗌送佢呢？哎呦，送他壽衣就對了。那請講啊。係，所以呢唱歌就記得哈，安尼啲服裝方面哈，操演方面同你注重哈。啊，基本人家唱得非常好，這個也會下次啦。已經係當前本上啊，王顯華顯華強啊，那啲同你就會作詞咧哈。你係本就傾聽，哎呀，好，安子識啊，係啊，就嚟看一下咯，講幾個分數啊。看一下前面數嘅分數。
7分，等来，3步，哎呦，网运得过2000元以上啊哈！抢下网友嘞，哦，哎呀，这看咯，看咯，哥帮你插牌一下，好，睇哪里啊？你看清楚了哈，底下高调诶，哎呦，2000元，容易，哎呦，就跌到，更多都有哎，更多有啦，厉害啊！安尼两个团一天要赚多少钱？投资又赚了一些些，赚钱唔敢讲了，有够做够神奇啊！以后创作了，7米做，好，安住这，多谢，谢谢，我们是泰国也可以啦，好嘞。撒下来，下邊用腳趾來到舞台度哦。嚟反揚，嚟。料理天后啊！料理天后來咧。來。兩位主持人好。你好哈，來幫吹一下。幫吹下牆，嘿。可以哈，吹到乜街啊？9年啦。9年。IU 哎。IU 最近是跟谁在一起？那个李钟硕。嘿，IU 哎，厲害，我從韓國過嚟啊。哎呀，你是台灣老 IU 啊？他新竹 IU， 客家 IU。對。U 啊。U 哎。U 應該不少吧 ？Q。丟。哦，一到是冇去香港創哦。係喲。去香港創我味道。屌做唔得啊！我味道。香港係罵人呢。好啊，你啊。燒。加油嘅油。哦。溫柔嘅加油，好，加油嘅油。你咋加油咩？嚟3分鐘本上下嚟。好啊，那唱馬跳誒。哦，對哦。我想看那是啦，我可能用3個字嚟。3個字。好，來。3分鐘。吃到安尼做得嘛？做得，清透，用的做得，嘿，东西又做了好食，嘿，你有好食嘛？该都做得。对呀。哦，甜宠地球青木条啊，木条太多种的，炒挺有意思哈。有意思，一果子啊，你下吗？要嘅學習啦，要嘅學習歌詞係錯嘅。佢啱啱做評審欣賞咧啊！評審欣賞係啊，學習。哦，評乜嘅？要初是評嘅協會辦嘅歌唱比賽，要參加嘅呢嘅協會呢辦嘅愛心歌唱比賽，所以作為100含100第4擺，做假擺就錯咧。
啊，无限啊，有办法去做评假审。日啦，假日啦，假日，人家点的会歇困的时间就超长，假日的时间，米农桥，假日，好教冇，好教冇。你一個你嘅學習啦，好，之前參加協會嘅評審時，你評審長上去講法，啊，我哋你參考，啊，我哋冇上台講法，哎呀，拜戶口鄉長杯比賽，因為有自聽歌曲，用嚟流行歌嘅專輯地方歷史歌嘅，按子上去唱，係阿咩老師都。本來也做評審的機會，結果老師本來上台講法，我說 P.P. 叉唔曉得上台講法，都冇經驗。我看到頭先已經每個評審都上去講嘛，想講有啲人可能我唔懂啊，我都下，講嘛，又下衝點結果唔懂我名都就上去，筆記冇帶上去，哎呀，筆記冇帶上去，哇！講到安多尼啊，唔對講嘛嘅，一片空白。講重點都冇講到，真的，啊，你青菜你同睇下打嘴鼓一下，有冇玩過嘅？講真嘅，真嘅，所以亦咁樣都學習嘅。對啊，我咩冇辦法，做評審。比如講我咩啊？比如講要主持啊，你一下請做的。哎，真的有講專業的東西又講唔出來。講真的非常多的廠商哦，或是那種尾牙廠，什麼有的很多一些大廠的，或者甚至有一些這樣的演講都要請我去。真的哦，你很勵志啊。對啊，我不敢啊。你唔敢，你就說你講完這笑話，自由發揮就好。可以嗎？你總得請小康梯啊，用真的哈。很搭配啊，對，他就幫你就讓你做好歌。邊唱邊對啊，邊講那樣子。嘿啊，哦，然後他還可以插科打諢一下，哦，也不錯。做的，禮拜就做得講。哎，OK，好，來，衝太嚟了。經驗嘛，吼，衝太嚟，好，唱提過欣賞。好來，講曲小字。老師，輕易唱歌冇問題啦，輕易講法就有問題。緊張啦。有啲東西嗬，其實你平常要多講落去啊，因為佢本身有美濃強嘅話，你可能講人家嘅語言啊，有啲會口音方面就會有啲會冇強嘅，所以佢可能就冇去接講落去，一下輕易緊張係。佢可能就會唔曉得講，佢冇想講接講就會的，也接講就會哈。好，每唱也三個字，也雖然講北埔嘅歌同人家嘅總埔，就冇啲人講做滾水，也講蒲水，蒲水也有一種另外嘅講法吧，哈。嗰個就係想請問阿哥有意，阿哥前意。前一啊前二，一到嘅東西哦，也困難，因為下一下前二，但是我彈唔錯，嗰邊也個譬如講二好啦哈，二喺呀北部嚟講二都其實講客人講國語差唔多，所以也個詩就一下對來。人家唱前二，也係喺前二，嚇，也係冇相干啦。因為啊，歌詞最主要就我講過嘅，你要寫歌詞就人面向嘅，也個編隻韻要噏對就冇相干嚇，所以也冇乜問題啦嚇。尤其本身也下在那一粒打擂台也比簽到嚟，成個比賽也。那就談到唔得獎啊！也本身也做已經要做評審，也係做先生嘅，所以也條歌嘅嗬，喺擺做啲自家咁寫。但是我看到也係女老師寫，女真強先生寫，自家咩做得學寫冇相干啊！嗬，相信你有一寫歌落去，喺擺能夠寫出一首來，聽一首就來嘅，第三首來喺擺源源不斷，所以自家歌詞就要會寫。好，唱冇問題，嚇，老師各方面也一樣嚇。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，看一下總項曲嘅分數。好嘞。什麼先生？還係輕高分的，必須是點7分按高。可以慢慢跌到3張嘛？我看他所以跌200嘛，按高分。一視同仁啊，大家公平。來，然後你睇哪裡？得有3000，我
请客。好，请客哦，抢牛请客我哦。好来。哎呦！三千。请客。哎呀，我们有东西可以吃了。等他统计一下，台几个？恭喜啦！恭喜！好来，快坐下去，谢谢。安子 C 哦。好来，沙好了，要 V。哦，沙了，请你 V 来请演，欢迎来豆腐台东哦。好来，穿龙袍。对啊，你知道？咒术。咒术，周马用咒术，他关谁用咒术呀？对，主家妹啊，来嘛个 ，on 哦，系嘛 ？on，哦，平安的安，哎，觀察嘅觀，哦，一要觀咩要嗬？哦，心肝的肝，心肝，蒜蒜絲嘅蒜，米蒜的蒜，切解冇聽呀。好啦，哦，做得冇？做得肉，我一唱肉山歌啊，你用肉山歌，哦，肉山歌跳了，好啦。相稀一次，爱该心就散啊！无论呢。白相啊，让黑做干啊！一公照，恩就爱做好难，一家太细嘞。全部啊都为平安啊！昂冤係啊，昂冤，爽要咩要平安咧安一要哦，所以壓到嗬，係啊，都要壓到。一做事來講，對人來講有乜嘅撇步嘛？撇步可老二愛做個韻腳先做出來，哦，讓來填詞。最每隻詞像藝咧寫咧個吼，想起以前心就酸，你以前按嚴重咩吼？睇隻個個心肝降到按是會酸，第一隻是寫酸，哦，無論白相也係來做太乾，全部咁樣心降到心肝就會酸啦。睇個以前愛做。愛防止愛做得好，
一卡太些就会平安。哦，係啊，所以就這個冤壓到，有時當簡單樣哎呀。先到咪嘅，咪嘅詞冇俩，係隻技巧。係啦，咪嘅詞下出嚟條件個打同一樣。哦，就接到咧。係講睇隻架留嘅，你個唐詩300首，全部都係配好。配當好，你寫下啲啊就當簡單。跟住配到樣，配一道。全部配起來了。你寫下啲個老唐詩300首，底部都係七言絕句差唔多。對，差唔多。要配一道條唐詩300。差唔多一半。真的哦。所以就要撇步啦。好，衝出嚟唱民族先生。係。青年歌，唱呢個落山歌。落山歌做啲自由版咧，做啲。用幫人唱哈，就下順絲調但是呢，青年插詩啲位都係咧唱七隻詩嘛，但是你要加貼詩，加貼詩呢，要親小心，萬一係冇加好，會出到加多字嘅啦，但是你要寫到清楚，上戲以前。藝界是藝界天啦，應該係大家心照算，因為無論北鄉。也氣管是好嘅，也氣管，冇也做管，所以講唔是寫到按複雜，再來一方面本意呢，潤氣會較好做，要巧耳條嘅啦，係啦，較巧耳條，較拍花條嘅，冇加到按到貼絲，按強複雜嘅啦，但是你要做到好哦，萬一你搞唔錯，就會去到當奇怪啦，我本人康思念，因為可能有點感冒的關係啦，所以個嗓啊是會燒燒，所以是冇唱到按多，更加會用到你的氣，個氣是冇按少，唱起來是冇按完美，按啲嘛啲好用到嘅小譜啦。去搞一啲用幫人潤容，人會較好，好嘛？加住哈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來請演個分數。好嘞。676打3分，冇問題，跌3分。哎呦，那個跌3000塊來，看咗的嘛，看有辦法冇3000啦。基本上問有人跌到吼，有啊條線未啊？哦有嗎？哦，來，哦有吼，抽好搶你吃東西。哎呦，共3000就3000了，對吧？你們要搶人你嗎？好啊，那去搶學生的啦，係啦，學生我較歡喜，對啊，安子姐多謝，謝謝。來，6位都表現得了，係啊，都挺厲害哦，係冇真的哦，這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，哎呀，很厲害的，對啊，訓練啊，水吹住的，還是水住衝的，3分鐘的時間上下來的，人民就有歌詞出來，很厲害，哎呀，配新書，皮膚，挺厲害，好，按嚟看一下下一段的精彩節目來。阿比拜係乜個意思？阿比拜的都是算台中東勢一個有名的婦女。那佢幾個點樣都阿比？外號。佢幾個字人都乜個阿芝呢？有用。老年音樂會。今日喺節目當中啊，來自一位台裏邊來到佢係來自台中，台中嘅，冇錯，一位歌手啊，咩少數用太武強來發表完呢客家歌曲嘅一位歌手，冇錯。佢係有一隻樂團咯，阿比拜樂團。哎呦，唔過佢根本係設計生意來啦，係。佢係千里海呢邊個金曲獎第24嘅客語演唱獎。哇！各個比賽都會只讀到佢。哇！千里海嘅青島獎。之前有嚟過人嘅節目，但當久冇看到佢。係，總算等到佢嘅新嘅作品來，佢每日帶來同大家分享。對，有請入邊。阿比拜樂團團長黃正賢。嚟，歡迎。
一生人，吉祥街路行了将袂离烟，懵懵懂懂，几多风风雨雨在那人间。日出日落，已经来到了2023年。來拜月下，百佳豐煬意內滿善善。轉轉轉，1、2、3，轉轉轉，新娘一起走，一點路，行一步，一腳印，走一家。人生將會過到精彩。大牛哥，吉娜美女，见面了哈。好的，无很爱吉娜姐。哎呦，王太公今年唱到几工诶，今年。几工哦？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呀，差唔多意思，同係差唔多呀。變態啊！哦，靠天比下太吧？哦，有5歲啊！親切，哎呦，真的要假誒？你們都識的嗎？哎呀，假，冇看得出來。哦，真嘅，哎，你卡糖啊，王太國唱歌真係很動腳，嘿，很動腳哦，係啊，非常會爆啊你嗬。嗰種 grooving 情況，尤其係吉他之神來咧，吉他之神，真勁啊！聽說係聽講加糖。吉娜講，你吉他彈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係啊，啦，都真的啦，好高啊年啦，
好高，哇，高到做咧不記婀娜呢，正經啊，陰光人呢，係啊，我係認真講嘅呢，時代下講嘅，唔喺人面前講嘅。老啦，古所以認真嘅嚇，唔使意。講真，用太武強從國嘅算下來，先做咗秋成老師嘛，哦，還有個嘛劉少熙嘛，蕭儀先生，有否熙啊？有否熙？孫盛熙哦，是嗎？好像有熙的都，熙的都是，是不是？還有就係，哦，差唔多三個啊，還有跟其他太武強嘅人，應該有吧？有啦，這個漢盲按浮出台面啦。哦，韓啲笑啦，漢盲腔幾按有名啦。哦，他有名嘅啦。韓啲潮嚟潮去都得，韓啲前路行嘅。前模仿腔啊，哦，韓啲轉來轉去啦，係嘛？唱一個誒，先進先，咁咯。轉，我太武強咯，轉，哦，而有點捲舌音就沒有啊，轉，你話唔講轉，我哋個白念啦，我哋個個白念，係啊，轉較好念，轉，好啦，差唔多，有時睇唔出來，各種語言嘅那奇妙啊，真係啊，做乜樣轉不卡呀？因為做乜想我轉？因為咧，13年嘅疫情嘛，啊個加上前2年吼，啊安尼上出唱片，啊都經過了風風雨雨啦，啊一直累積。哦，到去年這樣有了運氣，我給出了唱片，啊，就講轉，山不轉路轉嘛。哦，再怎麼轉又轉到音樂這一條路。對。哦，哎呦，要上嗰轉行啊？應該唔會吧？咩轉不開轉？是講你那個轉樣。人生嘅轉樣，一念之間哈，真的哈，多困難唔是驚，勇猛出前行，馬前出嘅方向啦。懵懵變啊，弄變。要都要年紀嘅人，你看他人生的歷練，他的想法都唔同樣哈。哦，真嘅。其實行讀到乜事情就轉換一下就好了，睇下有個人生人生觀嘛。方向就出來。哦，係。正確嘅方向，對，出行，做唔得轉換，做得冇。啊，到馬路都係把它。馬路就轉換啦，冇咧。所以我有種轉是咩？拖檔橋嗬。16年嗎？按叫嗎？我寫歌寫到5年來啦，累積5年嘅歌底波啊，底波我係要冇發出來啦，就託7條歌，哦，該出得地方咧。底波冇慢慢動到東西，啲身體都好冇發出來。嘅唔好，嘅會發出來就好。免疫力好，發不出來。睇下容易種，給他殺雞咩請貼片咧？這很像那個韓國嘅兩班貴族嘅摸誒。哦，有冇？有點韓系誒。大長今嘅。有槍毛，哦。啊，有人聽係識嘅啦。哦。啊，叫你按你唱都思考。唱好思考那個方向。那個唱嘅事，唱嘅來做，都低頭在思考吧。哦，低頭在思考。按到嘅作品啊，5年以來按到嘅作品，貼片限了10條歌誒，聽說貼片冇強用哦。哦。我是感覺演啲尤其嘅啲母語吼，佮文化嘅歌吼，啊就溫土，溫土啊，就講誒到我菜地嘅故事，吼啊用歌來用自己母語來表示啊，寫出啲菜地嘅人文故事，吼心聲係安尼啦。家家都談啊，那個有啊，給羅哥就講，給欣賞創作貼片，除了那個氣力以外，還貼片有個。客家人嘅秘史，你會文化秘史，就像比如講唐豆嘅陳永濤老師，那唐豆咁很有在地味道。比如講像米農嘅連生祥，就當有個在地嘅味道。我很多大病給人家聽，學習。冇啦。你喺曲方面係冇強用啊？對，他個非常研究啦，冇強用嘅，冇強用，較冇乜哦，佢較有音樂性，較現代嗰種。冇強用嘅音樂性，較現代嗰種感覺。係東西結合嘅感覺。對，東西結合係。啊，有種專輯真係好好推薦俾大家啦。係啊，
转，罗拉大家，讲真咩好彩有那个客家 VMV 哈，还有文化铺，哦，迄莫讲真诶莫记得目前用版做，乜埋木的动作啊，你好嘅音乐人啊，系啊，对嘛？幾好的球員，我啦認真唱啦，認真做吼，補助嘛冇玩好唱啦，對，有額度嘛，幾多解啊？你們冇簡單啦。當然，你有實力，其實我本啊，係啊，當然好啦，好啦，有點勉強嘅。應該一半的啦，因為按有文化，按有安尼實力咧，個有才華嘅歌手音樂人，一定都好好聽出來。其實我條下有看嘅咧，第八度嘅歌誒，下個議題很輕度咧，我還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名字，我看到羅英英老師啊，他在裡面啊，他真的好會第八有一條歌係我相思跳，相思跳係我參與個老師強啊寫嘅詞。我感覺咧，當有個文化嘅個美托，客家文學的一個歌詞，我做好了吼，我就想講吼，後面加一個把個三個東西變做第八，安尼搭配起來吼，不較完整啦。像除了三個，還有探討乜個菜地哦，真多，農民的心聲，心聲，心聲。對，還有環保的心聲，心聲，心聲，還有個環保的議題啦。環保議題，因為很多年前做包括空污啊、有的冇啊，我就唱有一首有點氣氛的感覺吼，該下個幫我還我好的那個美麗山水，好田莊，好空氣。藍色的太平洋啊！沙港嗰邊嘅空氣好，信號都有一餐冇好啦，有一餐冇好。因為啲台中嗰邊，台中嘛，巴台中，所以嗰邊吹過來嘅種空氣空污衝看洋蔥，有點中港嘅嘢啊，工廠嘅嘢，工廠嘅嘢，東西嗰邊國關嘅空氣更加好。唔好擺啦。唔會話嚇，好，再打了一條歌嘅好冇？係啊，好，一條歌我攞落火風解春天，落火風解春天，係嘅，動搖嘅你嚇，猜字嘅，都太普強嘅名詞，嚟，彈歌啦，彈歌啦。太陽一天一跳出來咧，我把船界天空看到咧，阿達笑咧，阿你笑咧，北港笑咧，二婆笑咧，嶺南埔家太沙迄困咧。木卡杜鬧熱熱的，阿爸笑咧，阿妹笑咧，細哥笑咧，細阿妹笑咧。3年阿哥阿妹見咧，老人家照戇戇定。跳叫叫咧，老火風，他無言冇無言吵，空空空空，點點淺淺，老火風，他夢到出耳朵裡，Q Q Q Q，冷冷清清，老火風，他老火風。該滿熟過，嶺南埔
只太傻嘅困呢，木卡肚老年夜嘞，阿爸笑嘞，阿妹笑嘞，啥哥笑嘞，啥妹笑嘞。3万年阿哥妹见嘞，老人家照望望定，叫嘞。风啊，无人吵，空，点亲亲，路风啊，风拖出一头林，Q，连亲，路风啊，路风，全街满熟多。大辽哥，情感型嘅一条歌的呢。对，但是感觉弹个歌词那个乖啊，乖，因为因啲骂人啊，骂人，骂阿婆又笑诶，骂阿妹又笑诶，骂人又笑诶，系哦，你骂人哦，一条歌我那落波风盖春天，哎呀，爱这个春天的意思，我在写讲人与人之间的热情温度，在这慢慢的时代哈，然后当然冷漠，像我你公益，在嗰邊，搞不很多唔啲乜嘢咯，唔是大哥政府，好啦，我對形容嚟講，以前嘅大家庭嘅時代，該熱情，他個都笑嘅，都笑嘅，所以講，大概強啊，該時啦，哈，他就講，看到天公咧，很開心嘛，規家母都笑眯眯啊，歡喜，歡喜親見，笑咧，笑咧，開心啊，笑咧，跟一系列偵查清楚，唐弄的笑誒，笑咧啦，我有寫講吼，你們三合院吼，大概就槍嘅啦，按那講後院都存在滿叔公啊。後運啦，後運，就講運氣好的話，還看得到最小的一個叔公啊。以前人是不是生很多？生個9個10個啊，現在還看得到小叔公，最小的叔公在老家，就已經不錯了啦。按你的意思，我現在老家已經都完全沒有人了。冇人了，落不喊錘嗎？都冇錘啊，沒冇錘了，冇錘。這死胎偏發，青大松啊，漏一筆給你。爸爸走之前還同我講，我係青大松，俺頭擺給人哋散貨房屋，人哋買鐵。係啊，買鐵啊，不好，唔係不好，就他個兄弟嘅家味嘛，6個6七個，他個就向全部搬到台北嚟搬啊，啊留到個咩磨好啊，就買鐵啊，他個搬啊咧，佢叫青大松誒，青遺憾，要不然現在就是文化古蹟了，真的，羅家古厝，倒沒有了，這個很。當希望講咧，個熱情吼侵進來，所以講落波房咧，春天的表示講，跟熱情的溫度啦，不是指春天的意思，真的，和人老人之間的一種連結，情感連結就像春天一樣那麼和煦嗰種感覺，溫暖啦，係，佢他個腔啊，安尼。
乡下的世界，一听我感觉非常的欢喜快乐嘛。就像尹大伯讲的啊，家里面不是说哦你房子有多大，是要听到那个笑声有多大，那个才开心才快乐，对吧？就要两种心情。对。哦，哎，我们算应是欣赏清酒嘞，有19年咯，应该有哦。冇啦，有啦，这比赛会拄到啊。因为我做了较高哈，嘛差不多11年左右。11年左右呀，那可能在你做你这样做11年，听听吗？啊，之前呢，之前做其他1年的演，唱歌后背介。哦，乐手啊，夜店，民歌，这样做唱歌。唱撇晒嗰安尼都成，就唱荧光人嘅成分啊！因為我嚟寫客家歌嘅，因為有種創作嘅契機。做方言嘅歌嘛，彈到幾百條、幾千條，咪那個冇得殺啊！冇得殺係乜嘅意思？沒有意思。冇得殺，就不好玩啦。他沒有一個懂演，沒有自己的一個生命力啦。對，沒有自己的一個代表作。冇去咁嘅嗓音出來。所以我趁還來得及，我就見到嚟投入緊冇幾多年嘅個太武強嘅個母語創作。真見你，主要係契機。啊，有好多佢本身有熒光人，佢真係辦法嚟創作。而家作品就厲害咧啊！有較勁啦，啊冇人講。嗰座下面爆盤嗬，驅動到錢。對，因為特別比賽咩？喺設計樂團咧出戲呢。係啊，係因為人愛比賽想組成阿比白嗎？沒有，冇講。為了要去巡演下鄉哈，誒該偏鄉啦，又係社區福島，啱係主流樂團哈，都是到處哈去。推銷一個太武強嘅音樂啦。阿比白係乜嘅意思？阿比白咧都是算台中東市一個名人，有名嘅人，有名嘅婦女啦。婦女，叫做阿比白。對，那佢幾個咁樣都阿比啊？外號啦，外號。佢幾個是很多乜嘅阿芝呢？咁樣嘛？阿比白唱嘅形容佢，係啦，有一隻意思錯嘛？即係對講。用嘅嘅菜體嘅文言文嘛，嚇，用嘅名來唱出嚟太武強嘅作品啦。我老多年嘅樂團，他個從我後世嘅阿比啊，因為嚇，咩一仔佢嚟嗰啲，又不能太明顯，就叫阿比白啦。阿比，沒有，係一位有名嘅婦人家啲實講嘅片嚇。東西嘅，為咗紀念佢啊，特別用嘅故事嚇嚟出發啦嚟。原來係咁。阿曼那一表演，我即係有看到面書檔後面有嘛，從學校地步度表演，係要做公益嘅發通。要喺度講，前面嗰啲要安陽機構啦，比較弱勢嘅嚇，咁多偏鄉嘅，係當我做咗一件事啦。做了事情經營經費嘅。佢什麼當善良嘅人咧？因為跟較偏鄉嘅弱勢，較冇法度看到。咱出場動太強啦，唱一個小型演唱會啊！哎呦，係啊，哦，所以我係沙飛係能動到動溫暖嘅音樂。你做音樂就做得用音樂來表達人哋嘅善意，本太清，同大家分享啊！啱啱簽時嘅1-2點鐘，他咁樣非常歡喜啊，快樂。簽時唔記得唔歡喜。對，不忘記很多煩惱。沒錯。對，但是就像比如說2022年，大家煩惱很多嘛，對不對？其實2023年更煩惱。有不一樣的煩惱，還是一樣，很多，但不用怕哈。鼓手就很是講了呀，日子還是要過啊。明天的事明天再說嘛。努力在做，做就對了哈。對。啊，今天好像唐哥唔單止唔去搞了，還有邀請到朋友來呀。有。啊，呢條歌就係講地方安排一個四阿妹，啊同係。用啊合唱啦，四阿妹啊，喺羅哥清戲房嘅時候，四阿妹青春的肉體誰不要？不一定哦，有人是喜歡青春的靈魂。啊，真的嗎？哦，朋友嘅妹，係嘛？好朋友嘅妹，我嚟合唱乜嘅歌？尹冠賢頭石講，尹冠賢頭石講，尹冠賢。尹冠賢，英國人嘅意思啊！哦，托沙講嘅本樣都錯啊，錯哦，
哎呦，异国恋情哦，这个有故事性的，谈过来。吹小喇叭是因为国小的时候进管乐团，老师看我们每个人的嘴型啊，还有手长长，适合拿什么乐器这样子。还要看身材啊，跟比例哦。你这种那我要吹什么法国号？对，是这样子，更大 double bass。那个无理的音效给我删掉。人带着音乐，为了寻到心满佳人，万里迢迢来到台湾，全系上本界地方，演演踢球，名如时代，牛郎织女不是人言，牛分一道，有情有义，来给天理，万里强啊一生人。哦 ，Englishman in 香港。未来做缘客家西郎 ，Englishman in 香港，两公者到路上卖朋友 ，Englishman in 香港，平平凡凡在演奏。Englishman in 香港，嘛会迎接新的故乡。演演踢球，名如时代，牛郎织女不是人言。原本一道有情有义，来结连理，万里强啊一生人。哦 ，Englishman in 香港，未来做缘客家西郎。Englishman in 香港，两公者。到路上卖朋友 ，Englishman in 香港，平平凡凡在演奏 ，Englishman in 香港，嘛会迎接新的故乡。香港，平平凡凡在天中 ，Englishman in 香港，嘛会迎接新的故乡，快快乐乐在天中，嘛会迎接。快快乐乐在天中。哇，非常精彩
来表演哈，哇！厉害厉害！来，两位请站中间哈。哎，哇，哎。哎呦，罗哥最喜欢的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不冷哦。很冷。很冷哦。还有嗓音唔惊寒。啊，因那卡穿三道会拢唔惊寒。唔系有人看就唔会寒。哦，有人看就不会冷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哈。好。那大家都在注视着你，那对啊，再把衣服再这不行，不行。我们合家观赏的不行。介绍一下俩 V 啊。介绍下嘞。你自家讲下嘞。我自家讲下。讲下，太家好，哦哟，太家好，乃系起仙，起仙，唔系起仙哇。啊，你客家人吗？唔系。不是，你是客家人吗？不是哦，那这是什么因缘？怎么会就接近的接触认识到这个阿爸？对。因为认识因为爸爸的关系，然后认识黄老师，这样，然后今天很开心跟他一起来上。所以爸爸也是音乐人。算是音乐人。算你的同事还是嘛？同号。吉他嘛，挺厉害。哦哟，真的呀。哦，同号有很多，有时好色、好喝、好赌那种同号。都同号。我们好谈感情。好谈感情的，对牛弹琴。这都是谈控感情的手段。哦，那你就好谈啊，他好吹，就对。对，吹得很棒哎，小号手哎。为什么想要学这个小号小喇叭？吹小喇叭是因为国小的时候，进管乐团老师看我们每个人的嘴型啊，还有手长长，适合拿什么乐器这样子。还要看身材啊，跟比例哦。你这种的，那我要吹什么法国号？对，是这样子，更大 double bass。那个无理的音效给我删掉，可恶哎！不错，OK。刚刚写这首英冠影猜头下讲，迄写嘛啥故事啊？那条歌就写讲哎隔壁啊吼，你该写嘛，阿记到投名录，参加英冠影硕士了，谈恋爱嘛，当未来英冠影投来俺浙江还没结婚，就定居到俺浙江安尼。一开始让我认识的喏，跟着名录硕士，网友，台版英冠名录。演起嚟嘅恋爱。对啊，当未英冠人都飞来台湾，来浙江，都家己结连理安尼啦。安尼啊，唔好讲啊，看到啊。本人啊，算然还是比较英国冇。特别比来了，就应该系有心情强下。第八次见有写讲，见来你同俺浙江个是上班吼，见将来开始个是都卖个英国方式，做英国方式的胖咯，都陆续卖啦。英国面包买胖的做胖的。所以讲名录就写讲英国人手做面包。真的对，介绍今日故事，咱来都把今日故事写做一条安尼，算今日恋情的好厉害！真等一下咧。当位就是讲这条歌吼，本来早一较唱的啦。当位想讲，按样是我甲这条歌加分。将拄好硕士叫爸爸吼，看起就较天分。来到讲，第不甲。自家做的啊，英文歌词嘅，他揽入面，他的一种合唱的方式哈，歌为我个加分啦。我用第三者人称来唱，佢用英文唱，我英文人聽。还有盤，這個有盤嘅小號啊，所以你在英國留學啊？还没還沒去，有想去嗎？有，我也有去。有，真的，他一看就是很有氣質那種音樂人。對，又拿一個小號，這樣拿，他好像拎貴婦包的感覺。真的。有冇？可以為我們示範一小段嗎？即興一下，考驗你的功力。對，這個。你們想聽什麼？可以選哦。我自由發揮。我看到這一支，我會想聽國歌哎。我們要聽即興，不要國歌啦，我們要立正哎。好，徐軒來一段即興給我們，謝謝。哎呦。哎呦。
哎呦 ，Sir Duke， 哇，对啊，就思敏 Q， 你这么瘦哦，肺活量还很足嘞，很棒。这个表示就是说，你未来另外一半也应该很幸福。你为什么要对妹妹讲这个呢？然后为什么要下这个配乐呢？对，真的很轻heel嗓啊，是指日可待。语言天分啊，现在英文很厉害哦。英文哦，没有去留音，但是英文很厉害，英文程度很厉害。大一而已啊。哦，对，已经在当英文助教了。等一下，英文助教哦。我本来有点质疑老师他的英文程度是在哪里，英文助教就厉害了呀！哇，那加油！嘿，继续深造，真的有机会可以去英国留学，看看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世界。对呀，回来以后又不一样的见解。嘿呀哈，对。给欣赏难得来两篇讲太普强的有按手，做得搞你记太普法嘛。哦，我们学一下太普强，太普强，跟老师学一下。那个祖父哈，祖父我们讲阿达，你讲迄阿公迄啊？阿达，祖父啦，阿达，对，祖父叫阿达，阿强，对，然后祖母呢阿内，阿达，阿内的意思，就很讲就好了，莫比较通俗好冇？阿达人係家婆嗰邊講嘅係強用嘅，我家婆嗰邊堂講係用挺強。哦，真的啊！哦，沒講阿達。哦，阿達呢？哦，咩阿呢？係阿家。哦，家婆。家婆，有啦。平常你媽做講阿婆嚟啦，大部分。阿達阿呢？哦，啊，很幽默。好，因為佢長一數咯。好。長一數。長一數。長一點的。好啊。望無成熟，低頭下天恩。翁我行秀，低頭下天恩。不錯呢，你也很有天分呢。拜託，學過法文好不好？聽到的講，該稻谷有沒有？哎，它成熟長成以後，是不是會穗子會低頭？哦，對。感謝上天的意思。哦。所以我特別安排了這句比較長的。哦。翁我行秀。翁我行秀，低頭下天恩。低頭下天恩，低頭下天恩。天公呆啦。哦，旺旺成熟嘅時節，低頭會低下來，下天恩那樣。做形容嘅，你越到越高的高度，對，越謙卑，腰要越彎。對，丟啊拿8水，頭就頂落來。羅哥應該就可以到這。因為它高度很高，沒有，我都直接趴着，站在高崗上。節目非常多謝，多謝，我真心欣賞啟賢安子 C 哦，厲害，安子 C 就謝謝你，希望你有更好的未來，那希望老師這張專輯哈，轉，多支持，多支持。哦，努力哈，努力，送大家，宋先生。今天我們節目已經告一段落啦。哎呀，好唱歌嘅朋友急嚟報名啊！急打電話來，096667人等台自己打電話來哦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以外呢，什麼大家？多謝，黃老師。什麼蒙正英先生、啟賢、安子 C， 轉，多支持，嘿，加油！什麼小強先生，還有我崔先生，辛苦嘞！是蒙天聰嘅工作人員，辛苦嘞，安子 C。好，下禮拜我們記得聽到準時時間呢。鬧嘢大擂台，鬧嘢強下來。